观众朋友，今日个好模翻收看福起来，我阿明哥刘浩明。他个年路第一高雄美浓黄贴纸今年已经30周年了。其实啊，30周年的黄贴纸唔止结合到我哋的农村同我哋的土地，还有我哋的生态、我哋的文化。也30周年的一啲黄贴纸里边，伊有一啲最重要的主题，按照美浓川流32日。也就讲，下30周年，我哋的美浓同我哋的农村同我哋的土地共生的一啲过程。我哋今日有请到係130周年的黃貼紙的最重要的一個主辦人，我哋文商先生，還有我哋的陳俊明來嘅相同，我哋從我哋分享講，到底有30周年的黃貼紙，而係有乜嘅內容，我哋馬上放我哋文商哥，好。主持人好，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來自美濃嘅文商。同時，我哋的陳俊明馬來到我哋現場，俊明好。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來自美濃嘅俊明。今日佢分享兩位來到我哋現場，因為其實講到我哋的美濃嘅黃貼紙，算是我哋南部最重要嘅一個生態同文化嘅一個重要嘅一個活動啦。可是一部分嘅話，係咪像我哋嘅文商我先同大家人說明一下，30周年同俊明係各單人或者無窮嘅任務啊。今年咧黃貼紙30周年，因為我本身係擔任主辦單位係美濃愛鄉貼紙會嘅常務理事，那同時咧我馬上咧入嚟辦黃貼紙嘅主辦地點嘅沙期嘅總幹事啦，所以一般我主要擔任嘅職務都講統合沙期資源啊，人力方面、物力方面嘅資源啊，那能夠同黃貼紙嚟談述。30年當中，其實本來印象最深刻嘅素材呢，都因為其實30年來哈，每個黃貼紙都係咧愛用貼紙會收集美濃各地哈各個組織、社團以及學校啊同沙期共同嚟主辦。完全冇接觸任何一個公關公司嚇，一個呢我都講到十分的特別啦嚇。即係有一種各單位嚇，大家呢，譬如講教工嘅方式嚇，擔任志工、個書作嚇，用書嚟做；個另外呢都用長工嘅形態，大家共同嚟扶持一個黃貼紙嘅發動。所以每年嚇，參加每一種發動都會引到吸引世界，包括台灣嚇，都各地嘅人嚇。佢希望嚟參與一種身邊人咧，因為30周年以來，就像頭都文商哥講呀，以前同沙期同一塊土地有連過一下，但是幾多我哋一開始當初哪會有我哋咧黃貼紙啊發通咯？黃貼紙發通嚇，突然咧引自1992年退時節啦，美濃反水庫運動啦，我哋主要基本黃貼紙都希望俾大家認識講啊。到底美濃水庫嘅一天一塊所在上到乜嘅樣式，希望咧藉由發通嘅方式吸引大家嚇嚟到一個所在嚇，能夠認識一片嘅環境。因為我哋所提講黃貼水庫有環境咧嚇，而係呢啲斷層帶，嚇從2016年嘅時間嚇，有啲梯同差唔多美濃太梯同，但是文獻方始終下面差唔多甲線太梯同，一個梯同咧也怎樣都好貼黃貼水庫，都喺美濃水庫嘅UDD地當中。有6.4級嘅政府啦嚇，因此一個梯通呢，文商所在沙期咧，美濃嘅國營沙期，人哋嘅沙期當中有啲最有名景點，好多富家鹽寮，一個梯通過後呢，富家鹽寮全部都夷為平地啊！大家都問話，唔將第一個所在嚟去咧美濃水庫，適合還唔適合？啊，美濃水庫因為有8條嚇，有146米安高，因此人哋梯通嘅8條邊係。規個美濃都完全都會依碼喺一個水庫水當中啦嚇。再來如果一個美濃水庫一定地嚇，迄個做美濃水庫以後，地位生態環境完全都會受到滅絕的一個方式。好，所以包括種種呢，都希望加油黃貼紙嘅發動，對大家嚟講啊，其實美濃水庫冇適合喺一個所在嚟做。咁即係看到講，其實因為依啲黃貼紙同反水庫運動對我哋台灣咧社會嘅影響係乜？因為黃貼水庫一個所在嚇，以前係咧有平埔族啊，有好多人，甚至還有退伍嘅老兵咧嚇，都喺那啲嘅這嘅所在。啊，無形中都促進咗個多年歷史嘅多年是那種嘅反思嚇。還有再來都講。因為你嘅黃貼紙喺台灣嘅社會當中啊，嚇，有佢本大家有佢深刻嘅一個感通啦，所以世界講引導台灣社會嘅嗰度冇相同層面嘅人嚇，相咪都會想有發動嚟熟悉，
就是有人都会提供自家创意同发想，希望能够分野发通呢更加多的层面，所以都无形中就促进了艺术多元性的发展，从一种文化融合。冇相同包括世界各国的人都包括像我黄贴紙嘛，也像到就是泰国的古书啊等等的产品。还有咧最重要的话，当黄贴紙一個發通都引來因成功的時間，無形中都會促進嗰度年輕人將會回歸到闽南嘅家鄉。嘛唔單止講闽南嘅年輕人，包括甚至講歸到外地嘅年輕人亦都類似於啲酒保羅樣嘅啦，啲漩渦樣嘅嗰啲年輕人嘛，可以向嚟到闽南嘅所在嚟成長嘅發展，亦都差唔多強年回流同強年留美留在闽南一個發通，所以層面嗰度用係咪講到闽南雖然講係呢啲農村，但是呢亦國際性。我冇有想過，你即個以前第一擺參加黃貼紙度寫其實我初期黃貼紙我冇去參與到，嗰時陣我嚟到我去上班，我差唔多係呢2005年啱回到闽南。幾歲度寫？嗰時就39歲。39歲。真面你即個第一擺參加黃貼紙度寫？我差唔多喺高中嘅時期認識黃貼紙。一開始參與嘛係以志工嘅方式來參與，各位慢慢的認識嘛，天天嘛做過音樂會嘅主持人，嘛做過後生創作人嘅小隊服。嗰時其實真面你哋。那個血冇血淋淋啦，活生生啦，都是因為只是你哋後生人開始去接觸，而邊也發通，都開始去投入闽南嘅一啲事物，一啲最好嘅嚟的嘛。其實一擺其實睇一擺30周年嘅黃貼紙裏邊，其實專門這個物品咧，算是承辦嘅嗰度嘅發通嗬。咁一擺發通裏邊最大亮點有乜嘅呀？今年黃貼紙30周年嘛，有一隻詩係我哋主要的核心，立。旗啊，立足的立，32立，31立。那個立呢，就意思講啊，腳站穩，各位立足於農村，安尼意思。那個立又含有同音呢，就係力量嘅力。那個就主要提講啊，培力，尤其講啊青年培力嘅部分。一個發動做得行到30年。其實我哋唔單止去回顧我哋嘅歷史，我哋特別發生嘅事情，也係嘛係要看向未來、展望未來。也係農村啊，已經有嗰度嘅後生嘅天天嚟歸來嘅。我哋嘛喺思考講話，一定後生嘅歸來農村以後，加有乜嘅方法，才能用原地農村生活，用嚟立足於農村。也將我哋今日嘅啲主要喺思考嘅問題。咁因為專門這個蠻年輕人嘛，這個一直路嘛係留喺闽南嘛吼，咁你這個喏，喺闽南係用乜個為生咯？啊，感覺就係我認識自己，講認識自己是啦，自己興意係嘛嘅，加上我一直攏喺下台，所以係嘛用我自己嘅觀察，係做嚟睇下做乜嘅事情，將我最大興趣就係音樂。所以一擺黃貼紙，係咪係負責音樂會嘅部分？係啊，咁一擺音樂會有乜嘅以前我如果睇專編，冇得講有啲佢特別嘅一啲內容啊。今年咧黃貼紙音樂會啊，個特別嘅地方係喺15年前，沈雄先生發嚟一種專輯，叫做《太體書房》。太體書房一種專輯就係底下鍾立和先生嘅。今年咧15年咧，太體書房15周年，就跟黃貼紙來合辦。共同舉辦一個音樂會，所以今年黃貼紙音樂會嘅名稱叫做太體書房音樂會。唔單止欣賞樂隊，還有邀請到嗰度幾等陣嘅歌手，有來自屏東嘅新生代客家創作歌手，叫做王洪騰，還有歌手王幸運。幸運一擺也係因為有跟兩度嘅時候有合作一個展覽，所以我哋因為一個機會認識咧，伊唔係客家人咯，唔過伊。有用客家嚟寫歌嘅，所以一擺嘛特別邀請伊來，還有戴小軍，各位還有來自中國廣西嘅壯族巴農。咁仲有部分嘅音樂嘅內容啊，係一個有個名單咧排出來，係點樣去排出來嘅咯？因為最主要係沈雄先生嘅太體書房嘅15周年，其中有一條歌叫做咖喱鋪，即係講
所以我哋 TPA 邀請嘅戴小軍來做一個所以今日個 TPA 來賓。冇錯。不過談到有片觀眾朋友，我認為講其實30周年的黃貼紙，而唔單止有以下嘅伊個歷史上面嘅精神，同時伊個創新上面，或者合作幾多嘅文化元素。休息下我下個節目我哋賣嗰度個精彩故事哦。翻過來，福起來嘅，上節目來自我哋美濃嘅分享歌，還有我哋嘅準備來到現場，同你分享講黃貼紙30周年嘅一個精神同內容。我想問一下分享歌，因為其實頭先有講到講，因為30周年嘅一個發動其實個生態嘛，嗬。咁係咪同我哋觀眾朋友睇講一下，因為主要嘅發動有乜嘅呀？其實黃貼紙從年初到年尾都幾多內地嘅發動嘅舉辦嚟啦，嗬。但是青葉生命13圖類似講啊，一個生物多樣性，生物多樣性呢一個成果展現，一個總展現啊，所以喺青葉生命一個發動嘅主節奏當中，我哋喺早晨9點到下晝到6點，每日咧都有一個生態綠市集嘅發動。另外呢9點開始有我哋紙貼嘅發動，紙貼嘅典禮，都係呢一個主要嘅一個。最主要一個形式哈，資料當中我有用客家八言，還有用詩文的朗誦，還有呢客家祭典的儀式，都希望講能夠呢本地文化當中做一個傳承，能夠展現今天的一個思想一個想法。再來一個祭典過後呢，我哋喺下主頭有7項。生態體驗嘅發動，都希望利用7項嘅發動，能夠利用在地上海木樹林基本發動嘅場所，從啲上海木樹林當中所有嘅素材能夠用於當發動當中。譬如講有包括講有必搏動嘅體驗，又係有我有時帶大家去拍戲，從呢度河壩當中水帶下去直接去看魚嘅，看到幾多微生物，又係有做啲。現場去採集喺度野花野草嚟做一個創意，又係有呢做咧蠻能夠利用當中採下來嗰種樹頭嘅嚟做一個木雕，嘛有時常做咧帶大家去賞蝶賞鳥。我另外呢嘛有時常我帶人做現場嘅冥想嚟做啲創作，又係有時常我帶大家做啲雷雕雷射雕刻。所以種嗰度發動個多樣性希望大家能夠對啊當中能夠體驗到其實來到一個所在呢，能夠食到資源，能夠享受到生態，用快樂嘅心情嘛俾大家體驗講其實我哋想要維護生態嘅心情冇困難係呢個神奇嘅一次項嘅發動都係有收費用，每日發動都收費300元，嘛希望邀請人哋現場邀請人哋來賓，邀請人哋觀眾朋友能夠來到現場嚟熱情嚟參與，亦個按多樣性嘅發動。各位今年當然都有啲生態綠市集，都提人哋以前人哋上海木樹林本來有啲鐵道本嘅苗圃，希望人。鐵道網能夠狀態以後呢，能夠種到台灣各地，但是因為後來台灣的伐木政策有18改變啦，所以個苗木都後來人都當做一個市集嘅場所主要嘅展覽嘅地點。你當呢條長提一個市集當中嘅事情，都講到一個市集特別的溫暖，特別的神奇啊！呢趟生態綠市集嘅部分，我請居民來做一下比較高豐富嘅介紹。因為我哋談好了，真係我哋講規劃去老料呢，真的是幾年的可以老，然後當然最重要嘅我哋嘅祭典嘅部分一定要參加，然後同時可以體驗可以聊，等於講唔單止講12號13號以外有啲演樂可以談，但是一部分嘅單位嘅部分其實講老料都係有好老嘅一個生態綠市集，而係創上唔同嘅單位有哪度啊？咁你嘅單位主要邀請係來自一個奇美地區，有啲係可能
以前啊，有跟俺的爱上下边有韩国发通的俺的好朋友就会有抢来，还有菜地的很多后事后料的，包泡咖啡的啦，做面包的，那个东西俺的提米菜地的好朋友啦，还有书店、NGO 组织，啊对，啊规个市集、市区就主要推广啊。虽然俺哋是苏人地位潘发通，不过俺哋无提也袂留下体色，做一个无痕，嘛做俺哋个自然石器，也可以嘛过贴片，用树的用叶白来做俺哋个餐具，所以提规个石器地位俺哋老了去买东西吃啦，都会用俺哋个自然的东西，他干嘛做来体验个，最后嘛唔会留下来，俺就会体色，最后就讲啊，希望来用参与个民众。伫个买东西消费的时节，唔要抢来聊的，伊做得对一个公司性来也袂高，去认识一个吃盐的地方，去思考一个环境环保的问题。因为一个重要咯，因为其实人家讲，做实习或适当的，其实人家人台湾可以流行。但是我们从中发现到讲，其实要人的实习都等于讲啊，在雅思的另外一个翻版嘛。好，但是还咧留下来几多嗰种纸盒的啦、纸笔的啦、塑胶盘啦，嗰种东西，嗰种头头有讲，其实也系一个生态绿市集，有创业会伊的想法都讲生态啊部分，其实唔单止讲我哋家用一块土地，我哋嘛希望讲我哋潘系发通以后，唔好把一块土地留下来，唔应该留下来的东西，因为其实同我哋一开始，我哋米农泛水区，我哋那黄条子也俾伊哋希望讲加好多生态。文化的部分，如果有个理念上的违背嘛，或者其实如一直延续到一种的精神来拍一件事情，但是我就想到讲，哇，青年生意是啥？哈，前面几年的实习，然后有的几点的发通，下周有的他跟你可以体验老了的部分，青年是啥？旅游学费，也係當然嚟聽數。自講嘅入邊就有乜嘅方法冇？我感到都每個黃貼紙當中哈，自講嘅主神都係一個幾豐富嘅一個素材啦哈。人講啊，像入邊人哋上嘅節目嘅自講都個中以上嘅學生嘅朋友哈，人都希望能夠加入。嗰另外講入邊人體拜開放本台中啊，本一般嘅民眾嚟參與。目標呢就是40萬人。那一講呢比較個神奇嘅事情就講啊，其實黃貼紙啊哈。一個志工的培訓啊，當一群青年男向下做一件事情的時間，哈，往往突然呢，他個感情最容易高揚的時間，哈，所以嗰段時間呢，我講到志工的培訓啊，突然呢一種弘揚會用啊，有啊，後來其實我哋協會嗰度哈，公婆結緣哈，都引致啲啊，參與一個志工嗰度，因為包括係。而且個300生意咧，馬上你經過黃貼紙志工嘅洗禮啦嚇，其中有啲喺哪一條地當中，嘛有前台咧幾好經驗嚇，但後來真冇修成正果啦，所以一個都係咧黃貼紙志工培訓嘅當中一個差距。講係做嚟補充一下，除咗講生態綠市集嘅嘅發通嘛，都講生態綠市集其實係一啲，它係一啲常驗都講啊。我哋做得用最自然的方式，只有改變我哋自家消費的方式，都能夠對大自然的呈現我哋最高的祝福。譬如講，我哋只有去我哋強調都講，我哋唔會用一次性的餐具，用自然的方式去消費，無形中突然咧，我哋對自然最簡單的一啲回報我哋啦，也都係除咗想要補充一啲部分。另外都講志工培訓啦，當然都希望講。每一年的志工，一種透過2年的培訓之後，也能夠了解我哋黃貼紙的歷史、泛水區的過程，個呢能夠對社區各種的體驗、各種的認識。當一個志工喺我哋社區當中嘅行通的時節啦，嚇，無形中嘛帶動另外嘅都講社區民眾會講啊黃貼紙有咯，有嚇，甚至講我哋嘛有邀請嘅志工咯去遊莊。有種，甚至講喺民農最鬧熱的夜市嘅當中去發傳單啊，所以都將一個志工啊培訓嘅過程當中，去同一個貴嘅民農嘅社區做啲幾大嘅勞動啊，就馬係你幾好嘅宣傳。冇錯，但是意思是你咪講，頭先文兄講到一啲，能講賣點啦，嚇，能講流量密碼，嚇，能講以好營養嘅部分，我首先講。
有人会看到我的节目以后，谈到讲，我今晚可以参加嘛，因为都是我哋發現講男女比例不符啊，吼，像我哋而家嗰度嗰種某個紅娘嘅發通啊，吼，結果細拉佢全部馬上秒殺報名喎，然後細蚊人隨機，唔係而家講都係志工招募是一個分組嘅時間，能用嚟處理啊？志工招募來啊，亦會經過，亦人哋會上課嘛，培訓課程，課程唔係講話安尼。就坐下高山點送過啦，高神奇是。我以前一定會先認識蒙特基，蒙特基歷史故事，我會帶一條志工們去總頭去認識一下我哋闽南菜地，我會認識生態，會認識水質，認識我哋闽南嘅生態多樣性安尼。我會最尾還會帶大家去傳水口，係個就幾好教，每日一定會教嘅。加透過2年嘅培訓啊，嘛會認識大家，每個人嘅興趣。喺題材片，人哋就會人哋就會聽到人嘅興趣，講啊，有的人像畫圖會特別厲害，特別好畫圖就會去美工組，現場發動一定有機動組，還有生態組負責管理大家嘅片段啊，最重要哦，最重要哦，還有攝影組啊，睇住記錄東西，就還有其他組，就像分享過的。補充一下。其他還有分譬如講有宣傳組，宣傳就將我哋今日嚟上節目，同大家做啲宣傳。個人又係技術組，現場咧參與發通嘅幾邊日，我哋會有宣傳組嘅組員帶領大家去技術我哋上海木樹林上海熱帶樹木園嘅一個特色。再來呢，我哋還有發通組，因為我哋同時有其他發通嘅進行，有啲發通我哋。類似嘅點名啊，做記錄啊，甚至係指引啊，嗰還有實習組都講我哋舉辦嘅綠市集當中有幾多像佈置嘅啦，還有譬如講舉辦自然時期嘅發通啊等等之類啊，都相同有市集組一定嘅負責。但是強調一下都講，因為按照組別嘅分組啊，其實有分發通舉辦前。舉辦後，個舉辦當中啊呢，大家志工唔只有上個參與嘛，攏看下時間嘅提醒，可以令你同時參加記下組別嚟啦。比如講我40邊人講，真是分做4組的一組，讓4個人嘛，係啊，安尼都特色啦，所以提發動嘅當中，大家都互相支援，所以喺講其實我哋志工每年嘅節目中十分的踴躍可能有時可能會增加6、7所以歡迎大家嚟參與我哋一個志工嘅培訓啦。不過其實發通地區志工係關於從業嘅角色，唔單止講志工嘅培訓，還有志工嘅服務嘅部分，其實喺發通好唔完全會看得到，也為志工也表現能用啊。休息下我下一段節目，我哋咪嗰度個精彩故事哦。翻過來福起來，上段節目來自我哋闽南嘅分享稿，係我準備嚟到現場同我分享講，有個蒙特基30周年嘅內容。我想問一下準備因為其實頭先有講到講，其實我哋呢分享稿有講，其實有個蒙特基嘅發通唔單止講1、2年嘛，其實有幾年嚟有嘅發通，你係咪有同我哋觀眾朋友分享一下講，之前有乜嘅發通啊？除了要現在市場後主發通1、2年以外，之前我哋有一個群眾藝術工作坊，嗰啲譬如就睇到應該比如講到嘅巴農，類似中間嘅巴農，伊啲中間咧係喺廣西嘅壯族，伊唔單止係一個音樂家，唔係一個歌手，伊係一個藝術家，伊平常就係以畫圖啊、蠟染係最主要以創作嘅方式，伊會提前來到台灣。來到闽南來駐村創作，最主要有像伊個原因係咧，因為伊啲中間，就頭都講到唔單止音樂家，唔單止藝術家，伊係一個農夫，伊係一個鋼鐵人，伊啲中間啦係做鋼鐵嘅，所以佢寫鋼，伊要創作，伊要鋼鐵，伊要音樂，所以我哋特別就有請伊來做一個群眾藝術工作坊嘅欣賞，伊要帶領大家。去做創作，人哋創作嘅作品啦，就會變成人哋經驗蒙特基發通主要
伊个创作啊就会变成安尼今年蒙跳机主发通给别人个场布。所以嘛嘿，唔但像也容易嘿台发通，也容易以前也个群众艺术工作坊嘛会有上课啊考场带大家创作安尼歌唱。等于如讲，其实也把迄作品地位，其实等于讲，我哋迄虽然说我哋迄唔係公眾演，主要公眾演，但是我哋嘛可以去參加伊啲安尼發通，變成我哋作品，最末嘛可能睇下整個活動裡邊來呈現出來。等於如果雖然講我係來賓，我係來我所以講我係來參加嘅人，但是慢慢的，我又變成發通嘅一部分。嗰時其實也設計唔單止講本他嘅人可以去參加，同時最末嘛變成。也發通地位，可能唔過係人的場部，最尾可能係因為觀認同也會發通，結果變成一個子宮誒，好，等於如也會發通係一個有機嘅啦，好，而唔係佢單純講我係主辦人，唔係參加人，其實到後來到底乜嘢係主辦人，乜嘢係參加人，其實已經都搞唔清楚，最尾都他個人都係一塊土地嘅主人，同時嘛係一塊土地嘅人客。好，我相信也會幾重要。但是你頭先講到實習嘅部分咯，因為實習嘅單位幾多啊？你那個有講到講，有乜嘅我哋嘅書店啦，還有我哋那個乜嘅麵包店啊，係咪個工業是本thân嘅上講，也冇乜難喎，嗰種要講咯。依家係嘅台三線藝術學校，台三藝術學校係農民台三線嗰邊辦嘅嗰成功嘅一個藝術季，也拜因為今年。安尼，我上下邊有跟台三線藝術學校有交流，所以嘛係因為個養分有搶引來一邊。還有一個係個印尼嘅料理，安尼面有一個弟弟老師，你係個對印尼教過來嘅，伊要現從要做安尼個印尼嘅餅，幫大家食，做嚟跟大家分享一個神奇嘅，安尼今年我上下經費嘅暑期共讀。嘅就係弟弟欣賞嘅模嘢，所以伊嘛喺安尼談論媽媽參與嘅幾多年嘅蒙跳機，今年來到安尼也嚟做暑期工作，伊嘛喺身邊安尼籌備人員之一。其實安尼為什麼頭都講個因緣組可能有懵嘅吼，因為其實可能唔單止講年齡層安泰，其實可能以一個來自各地嘅一個強人吼，強下來做一件事情，真的。好，他個也提到讀到講，你講志同道合啦，哈，志同道合嘅朋友。但是其實幾多一啲文化重疊嘅部分，因為其實我長期嚟觀察我哋呢，算是蒙跳機來講嘅吧，因為幾多台灣幾多運動地位，吼，唔係沙皮運動嘛，吼，其他幾多運動地位，有時些我哋控制嘅對象消失嘅，可能運動本體如果種冇一啲主題性嘅，結果如果幾多都消失嘅，但是。佢貼喺呢個美濃番水庫當初美濃番水庫係個主題，我哋呢蒙跳機其實算是一個希望我睇下人用生態嘅一個角度來同時認識，入去水庫嗰種做好以後，對美濃來講，對啊生態來講話，其實係個幾大浩劫。但是而家亦可能水庫問題已經暫時冇嘅啦。好，但是問題係入去一個精神，佢貼喺呢個停頓蒙跳機。因為佢哋好多生態同文化嘅發通，要佢全部要留下來。等於講，因為佢哋社會文化中間有一個轉折嘅過程，一部分很有可能。像我了解吼，美濃水庫還真是冇講啊，唔會做。蠻有可能講起死回生。所以呢，一個運動，一個發力一直很差。但是就到後面講啊，好，就到主持人講啊，都講。蒙跳機也30年以來吼，經過幾大嘅轉換，也當中幾大人都講，當初我哋培訓嚟嘅學生啊嘛，搶狀態實驗，就像朱明樣嘅吼。當一條狀態實驗嘅學生嚟成長，有蒙跳機嘅主辦人嘅時間，因為有冇相同嘅想法，各位呢，人哋想法透過大家創業，大家討論，大家腦力嘅激盪之後呢。因為有冇相同嘅一啲方向要行出來，所以蒙跳機也30年來漸咪都各種各樣嘅人才一層一來之後呢，主題嘅精神很差，但是譬如講嘅志工參與嘅精神，大家互相有愛向協進會來聯動嘅美濃菜體啊，就組織一個社團，大家互相交工，再包括除咗講啊，30年以來，從來冇接觸諾貝爾公關公司嚟炒作過，也都係手工，
那个种年纪的人，比如讲都可能做成功的心态来参与王贴这个活动，所以台湾人种互相的无相同的精神的互相效力的一种结果呢，都激动出也摆都类似王贴去发展因来因多样，包括像见都类似18王贴就有像嘛，类似像一个生态展览的活动样啊，哈，都比较都讲同熟悉啊，去年来他啊。包括生态方面各种各样的活动呢，哈，譬如讲係講啲例子啦，哈，我哋希望將黃蝶吹鼓，希望將雙溪熱帶樹木園當做一個大家高效嘅交流嘅一個場所，哈，啊希望呢公司能夠協助嚟營運一個上海魔術林，所以喺度要創造出另外一方面嘅局面，就講跟林寶樹啊、屏東分樹都委託歐陽協進會。嚟強幹哈，強幹一個上海熱帶樹木園，強幹之後呢，都一個所在，我哋推安名叫做九重林自然保育保安林，哈，一個部分後來我哋都希望講能夠推發展出一種更好教、更甚至嘅哈，比如講我哋一擺發動當中有好多探查蝙蝠洞嘅發動，都因為我哋發現講喺上海魔術林當中哈，有啲水準嘅隧道。當中有好多必保嘅，但是我哋拍發通我哋唔想去影響嘅必保嘅生態生發，所以我哋都提水準嘅路邊呢，自家用模擬嘅方式，自家嚟做一啲嚇類似必保嘅一啲生發嘅環境，俾大家呢啲地做一啲體驗。都希望講，這樣有一種更好教嘅方式，俾大家去接觸一個資源。當然嘅，都黃貼之後呢，因轉變啦，後來都慢慢都變成一種愛護資源、愛護生態嘅活動。因為愛護資源、愛護生態一個係一個永續營養嘅一個方式啦。嚇，不過做啲跳動我哋做到講啊，我哋因此反對嘛嘅所建立嘅活動，但是後來我哋都應變做講啊，我哋愛繼續嚟維護一個大自然嘅生態，啊，甚至啲永續嘅精神，哦，一個都。可長可久啦。唔錯，其實也轉變其實佢重要啦嚇。但是即係可能我們準備，因為其實你這個差不多對國中嘅時間都開始對參加一發通，然後對佢後來又慢慢變志工，變成一啲發通佢重要嘅主辦人。我想請問一下，因為你這個完事都有接觸到你發通啦，你這個因為講你這個嘅角色，以前對參加人變志工變其他嘅主辦人。你這個角色係咪讓我去融入入個團體裏邊呀？因為像文昌哥頭先講到嗰度反水庫嘅故事，我係冇經歷過反水庫嘅人，我唔曾出世。我剛好黃貼之做咧一次安尼機翻下來，對我來講最大嘅價值就係我有一個機會，我哋一團人有一個機會透過參與發通去認識下後邊嘅歷史。像我因為考音樂，我哋黃貼之有音樂會，係因為安尼我來到黃貼之。其實第一以前我嘛唔知黃貼之嘛，跟我唔知反水庫嘛嘅，但係因為我考音樂，所以認識黃貼之，認識個歷史。我相信幾多人，有啲人可能考資源、考老師去，唔幫乜跟人來到一個地方，攏有安尼機會、緣分來認識生態、認識發通、認識民農嘅歷史。所以對我來講，就係一種幾自然的一個行通啦，一個自然行通，因為就提起個家鄉，有安尼發通，有安有名去參加，如何要合到自己嘅興趣，我要對一個歷史，感覺就本一個頭擺故事感通過，所以調下來做得也下有睇嘅，有能力做得成為一個審判單位嘅其中一個人，感覺對這個來講係個有價值嘅事情。其實中網問題有問準備是，而呢度我都發現到講，其實喺30年來啊，嗬，其實我都發現到講，雖然講民農愛用貼前邊，佢也發動地位算是一個幾重要嘅角色，但是其實以前啊嘛，就從到我哋文章我講嘅，要吸收到幾種方面嘅人，接觸到幾種方面嘅人，然後同時慢嘅變為到可能係來自外面嘅人嘛好，然後同時在地人嘛好，慢慢地開始變成也要發動一個幾重要嘅人物。但是這個呢，這個有因為講也會發動地位有多少個困難的地方。我睇基本30年以來，我講到最困難的原因，我哋克服都講，我哋希望民農在地嘅居民能夠同我哋共下來進步，嚇。因為環境運動同一個促權運動嘅角色嚇，比較同我哋鄉村嘅農民嚟講，可能比較甚至講會互相會排斥，嚇。
互相无相关。但是我嘛希望讲加入一种法通吼，能够本大家起到一个共和共用的一个，好大家一个共同的为一个太资源的努力的一个成果呢。好，都希望讲大家民农在地的民众能够同人共和共用安尼。迄个其实也真正几重要，因为其实一块土地唔免咱讲派反土嘅人咧，其实係屬於我哋全部民農人咧。最面喺節目嘅最尾啦，同我哋觀眾朋友再講一下時間同嘢地點。今年7月12號、7月13號係我哋嘅蒙特節。12號呢地點係木樹南蒙特水庫地區，有祭典儀式，有生態試食，還有下晝頭有幾多嘅天然考場，邀請大家來參加。嗰月13號係我哋嘅蒙特音樂會，太地書房音樂會，地點係中理府紀念館。因為太地書房嘛，我哋一擺除了跟新上樂隊合作以外，還有跟中理府文教基金會來共下舉辦一個音樂會。地點係中理府紀念館。啊，時間喺下晝頭開始，啊，所有嘅想要了解嘅事情咧，都做嚟上岸嘅民農蒙特節嘅面書，等可去看。嗰時睇上面所有嘅一啲資訊啊、參加發通啊，還有我用我交錢買票嘅事情，全部都簽得到。冇錯。7月份係一啲我哋大部分人有放暑假嘅時節，嗰時我哋觀眾朋友講到看今日節目，唔因為講啊帶新人嚟去參加我哋嘅30周年嘅蒙特節，7月12、13冇記唔得了。今日我感謝兩位來到現場分享咁多精彩故事，感謝主持人，感謝大家。休息一下哦，等聽下啲先生來傾下運動哦。我看福喜來嘅觀眾朋友，記得去我哋面書點讚，還有到我哋客家電視台 YouTube 把我哋影片分享出去哦。